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信息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 Google 自然排位喺首頁展示出嚟？我哋今日為大家解答呢個疑問。我哋先睇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產生嘅海量數據變化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查看嘅有200多萬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發出2億封郵件。喺呢個海量數據嘅情況之下，我哋點樣可以利用 Google 同 YouTube 令我哋喺全球芸芸競爭對手裏面脫穎而出？我哋今日示範一個關鍵詞 Totally Hitless， 佢帶出嚟個關聯頁面有210萬，全球排位第一嘅係香港我哋嘅關聯企業 Google Plus， 下邊就有2個 Google 冠名排位嘅簡易搜尋。呢2個關聯頁面帶嚟接近超過3萬個關聯嘅連接。喺呢2個關聯嘅連接加固咗我哋喺 Google 裏面嘅權威，令到我哋全球排位第一。我哋再翻去 video 裏面睇一睇，喺10個連接裏邊，我哋佔咗8個。我哋去經營呢個 video marketing， 我哋確實花咗好多時間去用心去經營。我哋起初嗰陣時，我哋透過 EDM 發郵件通知海外客戶去睇我哋嘅視頻。另外，我哋再喺 social media level 裏邊去廣泛宣傳，去分享我哋嘅視頻，讓多一些朋友知道我哋呢個產品嗰個信息，知道佢個產品我哋個機器點去操作。因為我哋個行業比較窄，所以我哋依家個 subscribe 唔係太多，只有3000幾，但係累積喺呢幾年裏邊嘅經營狀況，令到我哋喺 Google 嗰個自然排名係全球第一。所以我哋今日講嘅 video marketing， 確實喺互聯網裏邊俾咗我哋好大嘅空間，但係我哋點去運用，確實係好值得我哋去斟酌去研究。喺呢度，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平台 Podcast Channel， 係一個視頻平台，係可以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嘅視頻平台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平台有興趣，大家不妨自己註冊一個賬號，上傳一啲視頻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嘅視頻或者廣告播出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去干擾。同時，我哋已經有一個手機版本，可以讓大家透過智能手機可以直接可以觀賞查看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重新出發。正話大家都睇到 video marketing 嗰個重要性，因為今日冇一個媒體係比 video 係更加有效去展示你個產品，讓你個產品更透徹喺你個消費群裏邊展示出嚟。所以大家如果對呢個研討會係有興趣嘅，大家不妨下載個申請表，因為座位有限。5即時間係嚟緊嘅下晝3點至5點，日期係5月20號星期二，香港工業總會會議室。多謝大家。